各位朋友，我係杜森，今日就2025年6月18日，哇！今日實發18日，係相當好日子。今日我嚟到呢度呢間嘅青葉酒樓，而家呢度呢，我見到呢盧偉強老師，真係好多謝歡迎你啦！多謝。陳珍妮小姐，各位朋友。盧偉強老師係我哋香港嘅文化、體育、武術一個資深老師。各位朋友，各位認識下盧偉強老師啦。嗱，陳珍妮小姐係國際舞蹈監製導演，搞到好多舞台劇喎。嗱，各位朋友見到呢個係陳珍妮小姐，碩士博士，真係緊要啦。好啦，我而家問一個話題，我哋要發揚我哋中華文化。我哋香港我哋香港咧，我哋新中國到我哋香港回歸呢個歷史性嘅嘢。我哋咧要跟翻我哋嘅年代啦，我哋喺70幾年前一直個發展嚟，跟住咧我而家請問下盧偉強老師，我第一個話題講咩咧？武術健身。我記得我哋香港喺早期70年代有個香港武術健身協會，係咪盧老師？係啊。點解咧又會同武術健身咧？請你向朋友介紹下啦。咁樣武術健身，我哋香港武術健身協會嗰陣時係屬於1975年嘅時候。係啦，當時你嘅神髓係有份帶領住呢個名啦，武術健身。我記得我哋香港體育嘅鼻祖，香港體育鼻祖咩叫做公民健身會，係咪健身係啦，因為健身裏邊咧同武術點樣能夠咧拉近我哋組織香港武術健身協會，我有武術嘛，咁所以當時我哋記唔記得盧偉強老師咧記得起啦，佢又帶領咗我哋盧克強健身係嘛，健身院，所以佢同我哋武術咧就當時1975年咧成立香港武術健身協會，所以呢個名咧係由呢一個咁嘅基礎奠定咗香港武術健身協會，係咪盧偉強老師？冇錯。係朋友。因為整個社會好喜歡健身，年輕人咧喜歡健身，喜歡武術，因此咧香港嘅健身院咧到處都有，我哋公民會都係屬於健身會嘅，亦都有武術班。李順平師傅咧帶領隻武術啦，所以咧就公民咧後來咧就轉為公民體育會，係嘛？咁範圍大咗啦。好啦，我哋大家將鏡頭睇一睇陳珍妮小姐呢個國際舞蹈家啦。你剛才問我話舞衣真係問得好啦！你點樣睇舞衣咧？你嘅神髓點樣能夠啟發到你嘅智慧？舞衣咁你問我咧我覺得實踐係檢驗真理最好嘅標準之一。睇呢兩位就知道。哇！我就係做醫㗎啦，我又冇啦，係咪冇錯。咁舞衣咧仲有，舞衣可以發展經濟好啦，跟住講翻你咯喎。你係舞蹈專家啦，國際舞蹈專家。我哋而家武術，中國武術走向新時代。咁呢個新時代裏邊嚟講咧，我哋要發展舞台劇。咁我哋將中國武術，無論係南北咩都好，融匯喺你嘅舞蹈嘅一個舞蹈藝術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求到咧，武術走向新時代。係走入你哋嗰個
舞台劇，咁你點去睇呢個發展呢？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未來嘅一個大嘅一個方向，因為我覺得啱啱所提及嘅武術嘅健身啦，延伸到武術結合埋醫學啦，再延伸埋將武術同埋舞蹈更加多嘅文化嘅元素，可以呈現成藝術或者文化嘅舞台作品，哇！可以分享俾更加多嘅市民或者普羅大眾認知武術、認知舞蹈、認知新嘅好嘅一個生活方式。哇！我哋今晚呢個話題咧真係範圍大啦。跟住武術健身，我哋早期香港武術健身協會，大家細嘅朋友知啦。跟住咧又到啦武醫，剛才咧阿陳珍妮小姐亦提過啦，發展到武術走向新時代，我哋點能夠發展武術走向新時代？而係咧藝術不斷去發展、去創新、創意，呢個就要發展經濟，係嘛？係。好啦，跟住啦，阿陳珍妮小姐，我想介紹下呢個國際中國武術師傅黎振華師傅有入鏡啊！嗱，你係等下黎振華師傅咧。係啦，入鏡啊！師傅，你黎振華師傅呢邊，係啦，喺呢度入鏡。嗱，跟住咧黎振華師傅咧，嗱，呢個係國際中國武術師傅啊！嗱，向各位朋友俾個禮，各位朋友啦，嗱，盧老師我哋都要俾個禮啊！好啦。陳珍妮小姐，你係國際舞蹈家，嗱你都入翻鏡，係啦。等下黎振華師傅咧，揸鏡啦，我哋三個咧，跟住啦，嗱你入鏡先嚇，我哋嗱而家鏡頭影緊我同埋阿盧偉強老師，嗱我哋三位咧向各位朋友咧，恭祝大家從心所願。我哋世界未來會更好，多謝各位。